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， 歡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。好耐啦，都冇喺香港呢玩過室內嘅遊樂場啦。上次返去大陸玩呢，玩咗幾個鐘呢，都要200幾300蚊人民幣，都真係有啲貴。今集呢，要介紹一間呢，就喺香港奧運站，位於大角咀嘅 Super Sports Park。佢亦都係呢香港最大嘅室內運動遊樂場，佔地面積超過5萬尺。交通方法呢十分之簡單，出咗奧運站之後呢，沿住 A 出口穿過奧海城就可以去到啦。行大概10分鐘左右，沿路呢都見到呢好多人喺度放狗啊。咁呢嚟到呢度玩嘅人呢，其實就唔算話特別多，小朋友呢都唔會話好多嘅，得1、2個左右。而大人呢都係得我哋呢幾個人，咁啊，所以成個場呢都有少少冷清，所有嘢呢都唔需要排隊。咁啊，入邊呢分為呢3節嘅時間嘅，第一節呢就係10點至到晏晝1點，第二節呢就係1點半至到5點半，呢一段時間呢就長少少，有4個鐘，而最後一節呢就係呢夜晚6點鐘玩到9點鐘，而我哋呢就係玩第3節。其實呢，佢未轉 Super Sports Park 呢個名之前呢，我都玩過 Super Park 噶啦，佢呢都係呢個位置，只不過呢就改咗個名，啲遊樂設施呢都有少部分呢係差唔多嘅。咁場入邊呢，亦都有一間餐廳，玩到攰呢可以坐低休息下。咁今次嚟嘅原因呢，其實因為呢搶到 Klook 嘅優惠啦，3人同行呢只需要呢59蚊一位。咁其實呢都真係幾平下嘅。入場之後呢，發現呢唔少嘅遊樂設施呢都維修，所以呢就冇得玩啦。咁而且呢場入邊嘅冷氣呢真係呢好細啊，有啲地方呢甚至係冇冷氣嘅，可能呢職員呢覺得呢人少少啦，唔使開冷氣。我哋打匹克球呢未打呢就已經出晒汗，最後呢都忍唔住呢要叫職員呢開大翻少少個冷氣。咁入場前呢可以租用呢儲物櫃嘅，咁細嘅 locker 呢就30蚊，大嘅呢就50蚊。咁啊一定呢要由翻呢租 locker 個人呢先可以開翻個 locker。而防滑襪方面呢，因為入場呢需要着嘅，但就規定呢一定要着翻呢 Super Sports Park 呢個遊樂場入邊嘅防滑襪。咁其他牌子嘅防滑襪呢係唔接受嘅，就算着翻以前呢 Super Park 嘅防滑襪呢都係唔可以，所以焗住呢一定呢每個人呢都要呢買一對新嘅防滑襪。咁入到去滑板場呢就需要呢着翻對鞋嘅，如果有需要呢就要出翻去呢拎翻對鞋入嚟啦。咁入邊呢，其實都有唔少嘅互動設施啦，例如呢一個 iWall 場啊，咁呢有唔同嘅遊戲可以俾大家揀翻，而且呢可以2個人對戰。場入邊呢有啲設施呢就只可以俾小朋友玩嘅啫，大人呢就冇得玩。咁有啲呢就係大人先可以玩，要過咗1.5米以上。咁對比翻康怡廣場呢將會新開嘅極限挑戰場呢，我覺得呢個場呢就有少少遜色啦。我相信呢度除咗小朋友會買年卡之外呢，大人呢就應該唔會買啦。咁入場門票呢，其實都會跟翻呢唔同時間而定嘅。平日嘅收費呢會平過星期6日啦，而朝早呢嘅收費呢亦都會平啲。0至3歲嘅小朋友呢就免費嘅，4歲以上嘅小朋友呢就需要買飛入場啦。9歲以下嘅小朋友呢就需要呢有成人陪同，而每位嘅成人呢最多呢陪2位小朋友入場嘅啫。部分嘅極限運動啦，例如係滑板場啦，或者係溜冰場呢，其實呢都需要呢你自己呢識得溜冰啦，或者係滑板呢先可以滑嘅啫。因為呢溜冰場嘅職員話呢，朝早呢先有人呢跌親過，所以呢唔識嘅話呢就建議唔好入去。咁入場時間呢，雖然係夜晚6至9啦，但係呢溜冰場啦同埋滑板場呢都有唔同嘅時段嘅，咁所以呢，我哋諗住呢差唔多8點鐘先去玩溜冰呢，就係冇得玩啦。成個場快嘅話呢，大概個零2個鐘呢就可以玩晒噶啦。咁入邊呢個匹克球場呢，個地板彈地嘅力度呢真係有啲差，啲球呢基本上呢都係唔會反彈到嘅。而且個場呢，後場呢都有啲窄，所以呢打波都有少少困難。所以總結嚟講呢，呢個場呢可能呢只係值嚟1次嘅啫。如果下次呢貴少少嘅門飛呢，我就未必會再嚟啦。咁今集呢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